镜周刊报道 ，Selina 任家萱与前夫张承忠离婚后，感情成谜。日前与妹妹任容萱在真人秀《女儿们的恋爱》中大谈感情观的她，今29日被网友直击与一位神秘男约会，男方还贴心的帮她背背包包。照片一出，立刻引起网友热议，似乎也印证她在节目中说的依然相信爱情。艺人 Selina 离婚过后，一直未有好消息传出，只有在2017年被曝与助理过从甚密。今就有爆料指出 ，Selina 疑似热恋中，与一名神秘男子出游被拍到，而且不止一次，很可能就是 Selina 的新欢。粉丝们听闻这项消息，纷纷献祝福，希望偶像早日寻得真爱。但也有粉丝质疑是在拍摄真人秀 ，Selina 不会爱得这么高调。Selina 日前与任爸、妹妹任家萱在节目《女儿们的恋爱》中大聊感情观。节目中，任爸问 Selina：“ 你还相信爱情吗？” Selina 听完后先是顿了几秒，接着肯定地回答：“相信。”延伸阅读